喺上一集順德嘅外景挑戰賽裏面，由趙丹帶領嘅男隊以4-1嘅極大優勢獲得勝利。哇！佢根本未煮熟，量根本係唔夠。而陸俊最終失敗於廣式早茶、蝦餃同翡翠水晶餃嘅挑戰，止步於頂級廚師全國8強。大家加油！好好珍惜你哋喺呢度嘅每一分每一秒。我哋會㗎。今集頂級廚師嘅選手將要迎接更為艱巨嘅挑戰，截然不同嘅神秘盒，高難度嘅拉麵，同神秘名菜再現江湖。喺重重考驗同不斷增加嘅壓力之下，邊個將會無奈咁除低圍裙，黯然離場呢？又係新嘅一日啦，入到頂級廚房嘅人越嚟越少，競爭亦都越嚟越激烈，新嘅挑戰又喺度等緊我哋啦。其實神秘盒嘅魅力，我覺得就在於每一次佢俾你嘅驚喜，呢個係我最享受頂級廚房嘅其中一樣嘢。各位，歡迎翻到頂級廚房。喺上一輪嘅比賽中，你哋喺李小龍嘅故鄉廣東順德可謂係險中得勝。今日翻到頂級廚房，你哋要面對嘅挑戰難度將會更大。而家喺你哋面前嘅灶台上面有7個唔同嘅神秘盒，而呢7個神秘盒入面放咗唔同嘅料理，而每一樣料理嘅難度都喺同一個水平線上。而家請準備打開你哋面前嘅神秘盒，3、2、1。哇！呢個到底係咩嚟㗎？好大個，成個籃球咁。講真啦，真係未見過咁大嘅嘢，亦都唔知佢係乜嘢嚟。哦，超大泡芙。紀曉光，你嘅神秘盒入面放嘅就係呢樣嘢——空心大麻球。要還原成功啊！基本上難上加難，唔係玩我啦。真係拗頭。劉銳，你嘅神秘盒係上海嘅經典小食蟹殼王。錢雲啊，你要製作嘅係薩琪瑪。係未食早餐請我哋食早餐啊！謝航，你嘅神秘盒入面裝嘅就係灌湯餃。從來冇整過咁大嘅灌湯餃。趙丹，你要整嘅係紫薯蛋撻。咩意思啊？洪宏星，你神秘盒入面裝嘅就係合桃酥。我從來都未食過，究竟咩嚟㗎？而且今日又要掂麵粉，我覺得麵粉根本就係我嘅死穴嚟，今次弊啦。黃小草，你嘅神秘盒入面係廣東早茶嘅經典小食流沙奶黃包。大家見到我哋每一個神秘盒入面都係各有其妙，但明顯佢哋嘅共同特點係各種各樣嘅飲食小食。佢雖然叫小食，但係內裏隱藏住好大嘅學問，所以希望大家喺製作呢啲小食嘅時候，唔單止要用手、用腦，更加要用心。跟住落嚟，你哋會有1個鐘頭嘅時間去完成各自神秘盒裏邊嘅小食點心，整得最好嘅3位直接晉級頂級廚師全國6強。比賽而家開始。今日呢度嘅7味小食各有各嘅困難。劉銳嘅蟹殼王對於一個北京人嚟講，亦係好有難度嘅。而身為上海人嘅錢雲娜就攞到北京嘅小食薩琪瑪。呢2味小食都唔係咁容易整。劉銳嗰個蟹殼王，我覺得佢嘅難度實際上係油酥同水油麵粉本身融合度要特別注意。薩琪瑪主要嘅材料就係麵粉。第一點溝得均唔均勻，第二點
當然係喺油炸嘅時候，油嘅溫度要恰當，令佢完全自然蓬鬆脹大。薩琪馬其實工序上係幾複雜㗎，要由榨製、熬糖漿、壓實、攤凍，然之後先可以切開，所以我真係好擔心時間會唔夠用啊！紀曉光製作嘅空心大麻球係要將糯米粉、糖加凍水搓成麵團，撈埋蛋白同芝麻喺油溫3成熱嘅時候落鑊，炸到金黃色。曉光，係，我頭先見你打開神秘盒嗰剎那，你即刻擘大個口喎，持續咗20秒左右。話晒甜品都唔係我最擅長嘅。我想問下咁樣得唔得啊？咁樣好似唔係好掂喎，我覺得好似糊仔。係啊，冇錯。咁我咪落得太多水咧？你落得太多水，所以你喺攪拌嘅過程當中唔夠均勻，唔夠圓潤，唔要得㗎啦，整過啦。佢已經變成水啦，冇晒黏性，等於話第一個已經搞禍咗。我好同情紀曉光。我今日抽到嘅甜品，相對起成個地球儀咁嘅麻團，我已經好好彩啦。劉銳製作嘅蟹殼王需要將油酥、豬肥膘、葱花、火腿切碎做餡心，包喺油皮入面，搽一層蛋白，撒上芝麻之後，放入焗爐焗10分鐘出爐。劉銳，老師好。你今日整嘅係乜嘢？我今日整嘅係上海小食蟹黃殼。上海經典小食蟹殼王。對唔住，你連個名都記唔到，你仲整乜嘢啊？蟹殼王。蟹殼王。我完全未食過蟹殼王呢一味點心，但係我今日覺得思路好清晰啊！我個心好鎮定。 7位選手，時間已經過咗30分鐘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完完全全還原出呢啲小食嘅特色同風味。兩位老師，好似紀曉光呢個咁大嘅麻球，喺油溫嘅控制上係咪都係好講究嘅？如果油溫太高嘅時候放落去，可能就炸唔到咁大。如果油溫太高，喺呢個麻球一落鑊，佢基本上就唔成麻球，變成咗乒乓波。頭先我叉咗2塊麵團，而家炸第一塊，睇下炸唔炸得起啦。呢塊冇用啦。哎呀，搞唔掂啊！今日可能會輸喺呢個大怪物手上啦。呢塊可能太遠啦。紀曉光今日死硬啦，再犀利都整唔到呢樣嘢出嚟啩。未熟。趙丹，蛋撻已經焗咗出嚟係咪啊？呢方面應該問題都唔大嘅。我見到趙丹就即刻好緊張啦。佢嘅蛋撻咧喺我仲搓緊麵粉嗰陣時已經焗好咗啦，咁太唔似趙丹嘅風格啦。劉銳，你而家仲喺度開酥啊？係啊，唔好慢吞吞啊，快啲啦！好，即刻接一接就包。好，唔係焗唔熟噶啦。各位，唔係剩低好多時間啦，只有10分鐘。兩位老師，你哋而家有啲乜嘢諗法啊？就前雲拿嚟講，我覺得喺時間上已經係好緊迫。想整薩琪瑪唔攤凍晒就好難切嘅。而劉銳嗰邊，我覺得佢基本上已經係手忙腳亂啦。佢整呢個酥都係啲舊毛病。係啊，佢整咗一大塊酥皮，然後切分嘅等分。如果以咁嘅方式去整個酥皮，咁酥皮嘅層次就好難做得出嚟。隔離趙丹嘅動作真係好快啊！佢只要喺上面擠埋啲紫薯蓉就完成啦。哇！一係我最慢啊！我喺度掙扎、掙扎、掙扎、掙扎，一直喺度掙扎。我整咗2塊，而家試第2塊啦。我最擔心嘅係我自己本人，因為甜品係我最大嘅一個問題，我最大嘅一個障礙，會黐住㗎。係油唔夠熱啊，定係你要快啲長大啊！快啲長大啊！馬里空，快啲長大，快啲長大，快啲大，快啲大！我一睇紀曉光嘅麻球，點解會整得咁快嘅？我就更加緊張啦。我特別興奮，可能係我比較好彩啦，俾我做到啦。不過只係還原到60%。今日冇啦，今日真係冇啦，我已經冇時間啦。7分鐘噶啦，你睇下。點解佢一啲變化都冇嘅？係啦。
各位，仲剩低最後2分鐘。裏邊嘅酥仲係喺半熟嘅狀態，得返2分鐘，冇可能熟㗎。趙文啊，快啲啦！劉瑞，快啲，爭取時間啦！好，爭取時間，已經冇時間啦。只係得返2分鐘，烤焗爐係焗唔熟㗎啦。我一睇入邊嘅酥，今日死硬，今日真係死硬。最後30秒，仲有時間，我唔可以放棄，我一定要補救。我放晒所有嘅酥落隻鑊度煎，我只係希望佢可以再熟啲，就算只係少少。2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夠鐘，夠鐘。終於完成啦！每一個步驟我都係按部就班咁進行，但係冇辦法啦，我唔夠時間，只可以就咁上碟啊！劉瑞，梁老師，未熟㗎？唔係未熟，係完全生嘅。 3位評審嚟到每一位烹飪愛好者嘅灶台前，仔細品評佢哋用心製作嘅各地小食，選出3位能夠直接晉級全國6強嘅選手。我哋認為咧，有3位選手係做得唔錯嘅。好，第一位選手係趙丹。趙丹，你好。老師你好。可以睇得出成個蛋撻層次整得好分明。係。好滑，好濕潤，而且完全有濃濃嘅嗰種紫薯嘅香味，咁已經完全達到咗我心目中想要嘅嗰種效果。多謝老師。見到趙丹嗰個蛋撻嘅時候，我覺得如果我都有佢咁好彩就好啦。第2位整得都唔錯嘅係，應該係我啦啩。我雖然冇還原到100%，但係都有50%-60%啩。謝航，帶埋你嘅灌湯餃出嚟啦！揀我就啱啦，唔係你哋就冇機會食到咁好食嘅灌湯餃啦。謝航，喺成個過程當中，你遇到咩困難？主要係我覺得整得唔係太靚，令我有啲唔開心。我食咗咁耐都冇講嘢，即係表示你嘅皮凍湯其實真係熬得唔錯，佢膠質嘅黏結度結合埋個餡都發揮得唔錯。恭喜你，你又學識咗一門手藝灌湯餃，我真係好開心。耶！好啦，而家仲有最後一張進入全國6強嘅門票。你哋覺得呢張門票會係邊個嘅呢？紀曉光，你想唔想得到啊？梗係想啦。黃小草，你覺得會唔會係你啊？大家都喺同一個起跑線上面，咁我肯定佔優勢。洪宏星，你覺得會唔會係你？我已經等咗好耐啦，係我，一定係我。我自己都好期待，好緊張。今日最後攞到門票嘅係紀曉光。哦，拎埋你嘅麻球出嚟啦！我心入面啊，梗係開心啦，成個人都鬆晒。你可以將呢個咁大嘅麻球整到出嚟，我覺得真係唔簡單。其實我係好中意食麻球㗎。味道點啊？喺火候嘅掌控上，的確係唔錯嘅，而且食落口非常之鬆脆啊！
而且麵粉仲有一定嘅咬口，味道嘅調配上鹹淡亦好適中。我仲可以揾到我細個食過嘅嗰種味道，犀利，整得唔錯。紀曉光，阿梁老師好。你好。你今日算完成咗一個外形，如果連呢部分都可以膨脹嘅話，呢個煎堆或者麻，我整唔到咁大，絕對係會大過你個頭嘅。好，整得唔錯。喺呢度，我哋要恭喜趙丹、謝航同紀曉光，你哋提前進入全國6強。我相信我喺前面嘅步驟完全冇問題嘅。如果呢個須係熟咗嘅，應該會係今日嘅前3。喺你哋3個人當中，有一個人嘅表現係更為驚豔嘅。佢喺下一集嘅比賽當中，將會獲得一個極大嘅優勢。呢個人就係趙丹。好，你哋安全啦。我要更加俾心機去整每一味餸，爭取攞到最後嘅冠軍。黃小草，你今日製作呢個流沙包，你啲餡嘅比例、包製方面嘅手法，同埋喺精製嘅時間上，都有一定嘅缺陷。佢冇辦法呈現水流沙呢種口感。劉銳，你唯一冇掌控好嘅就係你時間上面嘅分配。呢個係最大嘅致命傷，你甚至冇時間令佢成為一個製成品。冇辦法啦，今日肯定要入技能測試啦。洪宏星，你今日整嘅合桃酥，你嘅火候掌控得唔係好好，佢唔係好算係個酥餅，我甚至覺得佢係塊餅乾。係。錢雲啊，你嘅薩琪瑪亦係因為唔夠時間，冇經過冷卻就去設計，佢冇辦法成為一個好挺直嘅薩琪瑪。好可惜，唔夠時間，只可以好遺憾咁進入技能測試。今日你哋4位要進入跟住落嚟嘅技能測試。技能測試啫，嚟咪嚟咯，我應該冇問題嘅。我個人覺得頭先神秘盒嘅比賽再一次證明咗一個咁嘅道理，就係越尋常普通嘅小食點心，越見功力，越唔簡單尋常。跟住落嚟，你哋4個人仲有一次喺平常嘅菜式當中嚟證明自己能力嘅機會。而今日你要面對嘅就係之前做過整雞拆骨，做過豆皮，已經好變態㗎啦。今日仲會變態到咩程度呢？流行於大江南北嘅拉麵。今日居然整拉麵，呢件係我諗都唔敢諗自己可以喺屋企整嘅一件事，又係麵粉。你哋今次大鑊啦！你哋需要喺規定嘅15分鐘內拉出粗幼均勻、長而不斷，同時保持彈性同韌性嘅拉麵。拉麵啊，係咪咁樣拉啊？係咁樣拉嘅，咁樣拉嘅。作為一個門外漢，拉麵唔係一朝一夕就可以練得好嘅技能，所以我哋今日特別邀請咗拉麵大師陳師傅，為你哋示範拉麵所需要嘅手法同絕技。歡迎你，陳師傅。請。3位老師好。你好，歡迎。陳師傅將會為大家示範佢嘅嗰種風格嘅拉麵，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從中領悟到一啲竅門。嚟，陳師傅有請。弊啦，大件事，佢唔會咁啊嘛？咁樣拉麵？弊啦！佢點做到㗎？我哋都係咁啊！師傅可唔可以簡單啲啊？師傅你咁樣，想像跳躍和步天旋。嚟，最後一招，鴻運當頭。金玉滿堂。行近啲。
啊，我好驚我仲玩嘅。紫氣東來，今日唔會要我哋咁樣玩係嘛？真係太難啦！嚇到傻咗啊！呢樣嘢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嘅，仲玩花式添，係一門藝術嚟嘅。仲要搣？咁開煮得未㗎？嚇就係咁啊！好，我哋多謝陳師傅。真係嚇死我啊！你要我跳舞都得，但係你要我一邊跳舞一邊拉拉麵就冇可能。識唔識啊？等陣，我想問下四位，頭先陳師傅表演嘅呢套拉麵嘅絕技，你哋係咪都睇清楚㗎啦？睇清楚未？人都癲啊，仲邊度睇得清楚啫？係咪嚇傻咗啊？睇清楚啦，但係都好迷茫啊！要我哋玩呢樣嘢，咁不如提前入壓力測試算啦。我哋都知道你哋對陳師傅呢套花式嘅拉麵都係學唔到㗎啦。啊，今日我哋仲特別由蘭州請嚟另一位拉麵大師趙利文先生，心入面鬆咗一口氣。多謝陳師傅你嘅光臨，多謝啊！我覺得下一個都唔方係好嘢。不過佢跳舞跳得唔錯啊！好啦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歡迎趙利文師傅，歡迎趙師傅。趙師傅曾經為好多嘅外國元首、領導人表演過拉麵嘅絕技，今日佢嚟教我哋嘅選手一手絕技。嗱，各位睇清楚啦，首先要喺塊砧板度撒啲麵粉，防止佢黐埋一嚿。跟住粗麵條，第一步拉長，然後呢，食指同無名指就揸實麵團，兩邊夾住旋轉，要用掌心揸實佢。OK， 跟住揸實佢，再拉開，向前拉開最多大概1米，跟住揸實中間翻嚟，中指套住，再旋轉。大家睇清楚啦，每一次來回之後就會一條變兩條，兩條變4條。睇清楚未啊？拉嘅時候每次都要染啲麵粉，唔係就會黐住嘅。好，趙師傅，今日非常多謝你嘅精彩表演，希望大家好好練習。好多謝趙師傅，好多謝趙師傅，多謝。冇練習嘅機會。係啊，15分鐘時間，而家開始，加油！見到拉麵嗰陣，個心就諗冇啦。點解要整拉麵啊？最唔中意嘅嘢。睇落簡單，但係好難㗎。啊！又斷咗。我拉第一下啫，佢就斷咗啦。見到拉麵師傅拉得咁多次都冇事，點解我拉一次就斷㗎？洪文星，均勻啲。啊！你拉開嘅時候均勻啲，一邊大一邊細，肯定會斷嘅。你唔好搏命猜啦，猜好就得啦。你搏命猜會起筋，一起筋就拉唔喐㗎啦。嗰個師傅可以咁拉啲麵出嚟嘅喎，點解我一拉就斷？呢種感覺打擊自己嘅自信心。已經係第4到第5次啦，完全冇任何頭緒。我唔知道應該點去用力啊，唔知道應該點去面對呢堆麵團啊。所以每一次嘅失敗，心入面係非常非常緊張嘅，可以拉到幾多就幾多啦。北京兄弟，劉老師點啊？拉麵成日食㗎啦，食過，但係自己整就少啦。喺屋企冇整過。係。你頭先拉咗幾多次啊？
我頭先有嚿麵團已經衰咗啦，已經衰咗啦。我覺得你嘅手法同頭先嘅師傅唔係好相同，佢係先將麵團整到好似麵粉棍咁嘅粗幼大細，大概係咁長，然後再開始慢慢利用地心吸力，手嘅勁度開始拋，時間太短，拋出嚟就會變成兩頭幼，中間粗。你又衰咗啦，你係得咁多麵團啫喎，你自己諗下點啦，把握時間。哦，繼續係咁搓麵團，同加得太多麵粉，佢會起筋嘅。起筋之後，佢嘅質感會變到好鬆散，你點拉都拉唔出噶啦，佢會變成一劈嘢咁。知啦。好，犀利啊！到手指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哇！小草好犀利啊！黃小草以前整拉麵㗎，佢居然第一次整拉麵就可以整成咁。好開心啊！拉到出嚟，我覺得好好玩。小草好犀利啊！好，各位，仲剩低最後5分鐘時間，要捉緊你哋嘅時間㗎啦嚇！我發現自己只係剩翻一嚿大嘅麵團，決定孤注一擲，我要用成嚿麵團去拉麵。第一下，哇，拉得好好啊！又一下，再一下，麵條完全拉咗出嚟，我覺得咁就啱啦。我揾到拉麵嗰種感覺啦，揾到呢種感覺之後，即刻興奮到想放落砧板度。我稍微望下劉燁嘅情況，雖然佢拉嘅次數唔係太多，但係見到佢嘅麵都幾幼，我心入面就好心急。唉，黐埋咗啦，冇啦冇啦，真係冇啦！我咁難先至拉到啲麵咁好，又黐埋一嚿啦，唔知一陣拉唔拉到咧？佢呢個人呢，真係，唉，冇嘢好講啦。最後3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夠鐘。冇啦，拉麵失敗咗啦。而家我哋請4位選手將你哋整好嘅拉麵拎出嚟俾我哋睇下。千雲啊，老師，你好，俾大家睇下啦嚇。你呢塊砧板上面，我基本上見到嘅係乜嘢都有啦，一家人都喺齊度。細路，呢個係哥哥，呢個係姐姐，呢個係爸爸，嫲嫲都喺度啦。如果想煮熟佢哋嘅話，基本上係唔食得嘅。因為你將麵條放落煲，呢啲熟咗，粗嗰啲就未熟。如果煮熟咗粗嗰啲，幼嘅又爛晒。所以以烹飪嘅角度嚟講，呢碗麵係冇辦法煮嘅。我諗我今日係最失敗嘅。洪宏星，你以前有冇拉過麵啊？冇啊，以前係食現成嘅，點會自己拉麵啫？我哋嚟睇下你呢啲麵條，大致上都係成形嘅，粗幼嘅差距冇前雲拿嗰啲咁大，但係粗幼都係有好大分別嘅。呢一堆仲黐埋一嚿，就係因為你拉嗰陣冇滲麵粉，所以基本上係冇辦法煮嘅。係麵粉我真係搞唔掂，一定衰硬。係兩胎嚟嘅。呢個時候，就有神器出現。你覺得過程中最難嘅係乜嘢？就係點樣用力，力度方面好難掌控。由我頭先檢查你嘅拉麵，我覺得你嘅力度兩隻手受力唔夠均勻，所以造成外鬆內緊。難唔難啊？好難。你最後揾唔揾到竅門？
最後揾到啦，其實我拉呢條嘅時候揾到啦，但係冇薄粉，啲麵都黐埋一嚿啦，冇計啦，聽天由命咯。好，黃小草，第一次拉麵，係啊，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咁喺呢15分鐘入面，你領悟到啲乜嘢啊？要快。要快？拉麵要快嘅咩？係啊，因為趙師傅佢技術好，先至可以慢慢咁樣示範俾我哋睇。但我哋技術冇咁好，慢慢拉嘅就會斷。以肉眼嚟觀察，即係咁樣睇嘅話，可以好清楚咁睇到每條麵佢嘅粗幼都係好均勻嘅，長度亦保持得唔錯。我覺得喺拉麵呢一門手藝上嚟講，作為一個新手，你今日真係做得非常好。多謝劉老師。我覺得我勝出係毋庸置疑嘅。喺呢一輪4個人當中，只有1位選手可以率先進入到6強，同我哋2樓嘅3位選手會合。我最後嘅幻想都破滅啦，因為我知道毫無疑問肯定係黃小草。今日呢個結果其實亦係明顯咁見到嘅。黃小草相對其他幾位選手嚟講，你今日整得唔錯，安全啦，你上去2樓啦。2樓歡迎你。多謝。居然輸咗俾黃小草，好緊張啊！我之前拉唔到，不知幾擔心啊！劉銳、洪宏星、錢雲啊，你哋3個人可以一直嚟到今日，其實係並唔容易嘅。所以喺一個咁關鍵嘅時刻，我期待你哋3個人唔好輕易放棄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進入壓力測試。我嘅第6次壓力測試，我又嚟啦，所以我一定會全力以赴，用我自己100%嘅努力整好呢味餸嘅。今日嘅壓力測試，你哋需要還原一味河南名菜。兔四寶係咪雞嚟㗎？今日淨係整一隻雞，應該唔會咁簡單啩？兔四寶係河南開封嘅一味傳統名菜，素有豫菜一絕嘅美譽。所謂嘅兔四寶，佢就係鴨、雞、鴿同鵪鶉。而呢味餸嘅最精妙之處就係在於一個兔字。所謂兔就係將鴨、雞、鴿同鵪鶉頭尾相套，最後令食客品嚐菜肴嘅時候，享受到食鴨着雞、食雞着鴿、食鴿着鵪鶉嘅奇妙滋味。哇，好複雜啊！好難搞，呢隻雞真係唔簡單，不愧為7強嘅壓力測試。一絕嘅菜肴，我喺劇集入面見過。而今日呢，我哋亦為你哋降低難度，你哋要整嘅係兔三寶，亦即係話將雞、鴿仲有呢隻鵪鶉一齊套起嚟，亦即係俗語講嘅吉祥三寶。雞入面包住一隻鴿，鴿入面再包住一隻鵪鶉，我覺得呢味菜肴真係好變態。跟住落嚟，我會為你哋示範吉祥三寶嘅套法。吉祥三寶有一個要點一定要注意，所有嘅套疊動作係由頸部以下咽喉嘅位置套塞入去嘅，由呢度塞入去，最後再塞埋腳。而且層層相套嘅過程當中，你一定要保持皮嘅完整。首先，我哋將3種家禽嘅爪剪走先，由關節剪落去，好輕鬆就搞掂。跟住落嚟，你一定要確保雞肉嘅內腔骨頭已經剝除咗，所以你可以好清楚咁見到佢嘅胸骨已經拆除咗。同樣，鴿嘅內臟一定要去除，用2隻手指嘅力量，盡量將胸肉同皮分開，咁你就可以將骨頭攞出嚟啦。淨係需要拆胸骨就得啦，係咪？你只要將佢胸骨成個攞出嚟，但係你要留意，要小心，唔好整爛佢層皮同佢啲肉。你都唔想你食落口嗰陣，佢啲肉係爛㗎。
拆骨對於我嚟講係比較難嘅事，努力啦，睇下點樣可以做好佢。呢個時候，準備好你嘅鵪鶉，依照佢形體嘅狀態，慢慢咁塞入裡面。當你塞嘅時候，你要確保佢嘅形體係塞喺正空。所以鵪鶉個頭，你要盡量令佢放喺夾頸嘅正中間。呢個時候，你將佢啲皮稍為咁密封。呢個時候開始倒隻雞，同樣反覆嘅動作。首先由夾嘅腳塞入雞嘅時候，要小心留意，因為夾嘅形體比較大，所以你塞嗰陣要邊推邊吐，慢慢咁填滿喺佢成個腹腔入面。但係要記住，你一定要保持皮肉嘅完整。呢個時候用牙籤固定周圍。呢個就係吉祥三寶，所謂吐字精髓。喺刀工方面，我係好有信心嘅。今日辛苦咗成日，終於遇到我擅長嘅嘢啦。當然喺你吐完之後，你一定要喺1個鐘頭之內，利用葱薑水、生抽醃製過之後，再用熱油將佢淋到變成金黃色，再放入砂鍋入面煲。記住，一定要3隻全部熟晒。今日你哋有1個鐘頭時間嚟完成呢一味吉祥三寶。你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啦！而家計時開始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3位選手用1個鐘頭嘅時間嚟烹製呢味河南名菜吉祥三寶。點樣喺有限嘅時間內完成將食材去骨、炮製、入味同保證菜肴嘅成熟，係呢味餸最困難嘅地方。今日整呢一味都算有啲把握啦，因為之前嘅壓力測試教過我點樣整雞拆骨。今日進入壓力測試有啲緊張，比起之前嘅壓力測試壓力大咗啲。但係如果每個步驟都係順利嘅，應該都會成功嘅。今日有難度，但係應該冇問題嘅。今日係我生日，應該會為我帶嚟好運。兩位老師，呢味菜肴我真係第一次聽到。咁喺技術上有乜嘢比較難克服嘅地方？首先當然係點樣喺拆胸骨嗰陣唔整爛塊皮，我覺得呢點係有難度嘅。我頭先示範嗰陣，其實我發現到劉銳已經好迷茫啦。可能拆骨呢件事對佢嚟講，實際做起上嚟係會有問題嘅。所以我而家擔心嘅係佢哋用喺拆骨嘅時間過長，導致最後佢哋根本冇辦法預留足夠嘅時間去將呢個食材煮熟。冇錯。我覺得錢雲娜都掂嘅，紅黃星肯定冇問題。紅黃絲冇問題，最擔心嘅劉銳。今日最危險嘅應該係劉銳，因為喺之前紅黃星同錢雲娜都試過整雞拆骨。我今日一定會成功嘅，我拆咗第1嚿胸骨啦。頂唔順啊，好核突啊！盲人摸象，我可能做唔到一個好嘅廚師。但係我做到一個好嘅婦產科醫生。咪講咁多嘢啦，俾心機啊！錢雲娜你好。你好。而家整到邊個階段啊？我嘅甲已經處理完啦。啲骨都拆晒啦。喺呢度，你睇下。哦，拆得都算乾淨。因為之前經歷過整雞拆骨，仲有團隊賽嘅八寶甲，所以對我嚟講應該係比較順手嘅。紅黃星。而家整到邊個階段啊？隻雞已經拆完骨，我而家醃緊做緊去腥嘅程序。你今日要特別注意，上次你隻黑衣雞係冇控制好時間，仲未焗得熟嘅。好，今日我會注意呢個問題。好啦，加油！多謝梁老師。劉銳，梁老師話俾我聽，你而家喺度整緊乜嘢？我而家喺度拆緊甲嘅骨啊！隻雞仲未開始整啊？未啊？仲未拆完隻甲係咪啊？係。小心手啊！好。點解整隻甲要整咁耐㗎？人哋嗰邊已經差唔多啦。三位，時間已經過咗20分鐘，你哋要預留足夠嘅時間，唔係就會有整唔熟嘅危險。紅雲星好快啊！
錢雲娜都好快啊！你睇佢已經開始醃啦。我嘅刀工去骨嘅功夫肯定唔及其他兩個人，所以我選擇咗將鵪鶉同鴿先飛一飛水，爭取更多煮餸嘅時間。劉銳一開始嘅速度係最慢嘅，但係鵪鶉同鴿佢飛過水，我覺得呢點係佢今日做得比較好嘅地方。劉銳，而家整到咩階段啊？順利啊嘛？我拆緊雞嘅骨，你仲喺度拆緊雞骨啊？冇辦法啦，搞唔掂。你搞唔掂啲骨啊？係啊。你有冇望過錢雲娜同洪宏星目前嘅工作情況啊？唔使望，我淨係聽聲就知道佢哋比我快好多。堅持到底。我會當今次係最後一次。好，加油啊，劉銳！好。劉銳，你冇時間啦，唔好嘥時間啦。好多毛啊！整唔熟咪仲啦，快啲手啦！你係咪想死喺呢個環節啊？各位，我哋而家仲有30分鐘嘅時間，你哋要合理安排好自己嘅製作程序。注意，吉祥三寶必須做到下列幾點：第一，佢基本係要熟嘅；第二，無論係雞、鴿定係鵪鶉，佢表面嗰層皮要完整嘅；第三，你哋嘅調味一定要非常之鮮美，好食。我而家已經將所有嘢全部都套好啦，然後而家整緊一個淋油上色嘅步驟。洪宏星好快啊！好重啊！我已經將隻雞定咗型。劉銳，搞掂未啊？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加速啦！放鬆啲，放鬆啲，放鬆啲。唉，快啲啦！快啲淋啲油上去啦！我嘅動作係最慢嘅，所以直接將成隻雞抌落去油鑊嗰度炸，因為可能咁會熟得比較透徹嘅。唔得啦，我睇我要直接用壓力煲啦，唔係實唔熟啊！劉銳喺拆骨嘅環節遠遠落後於洪宏星同錢雲娜，但係喺後半段賽程中，佢用嘅烹飪方法竟然令佢後來居上，速度上反而超前於2位選手。佢已經放咗落去啦，點解咁快嘅？好，各位，時間只係剩低15分鐘，你哋要把握時間。兩位老師對今日3位選手喺壓力測試當中嘅表現有啲咩評價？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佢嘅強項同弱項。洪宏星拆骨嘅速度係最快嘅，錢雲娜拆嗰幾隻家禽嘅胸骨亦都好快。不過劉銳反而後來居上，似乎比佢之前嘅表現冷靜，而且淡定。佢嘅表情顯露出佢信自己今日一定會整好呢隻雞。呢個傻仔開始唱歌啦！佢而家反而係最快嗰一個。劉銳早過我同錢雲娜放隻雞入去壓力煲入面去煮，佢整嘅時間竟然少過我哋。我見佢放隻雞入去焗爐嗰陣，我唔知係熟咗定係未熟。喺壓力煲煮咗8分鐘，隻雞已經應該係全熟㗎啦。再放入焗爐度焗，雞嘅顏色會更加好睇。佢放咗入焗爐啦。我想問佢點解咁快就放入焗爐度焗啊？我好擔心，唔知我隻雞係咪熟過頭啊？點解佢仲喺度煮啊？佢講咩話？佢話點解仲喺度煮啊？熟晒㗎啦！最後3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夠鐘！停手！好，而家我哋請3位選手將你哋嘅吉祥三寶拎出嚟前面。
前雲啊，你覺得你今日整成點啊？我覺得今日都過得去。你真係肯定佢係熟嘅？我覺得佢已經熟過龍啦。睇下呢啲雞肉先。成隻打開、切開嗰一剎那，嗰種香氣真係非常清香，葱夾雜住清淡嘅薑味，配合埋你啲調味料，啲香氣一陣陣咁撲鼻而嚟。跟住我哋要檢查下你隻鴿嘅部分。哇，好紅啊！我見到啲粉紅色嘅肉嗰陣，心都寒埋。點會未熟㗎？呢隻鴿係未熟嘅，只係得外面呢層雞肉係熟嘅。弊啦，咁我點算啊？因為我同佢嘅時間其實係差唔多嘅。所以其實3種食材要佢哋熟透，係需要有一定嘅時間標準，亦即係時間嘅量。多謝。真係有啲難以接受。我煮餸咁耐以嚟都未試過煮唔熟㗎，好驚。何宏星，你覺得邊一部分係最難嘅呢？需要做到拆骨，然後醃製，到最後煮佢，時間上嚟講係比較緊迫嘅。等我睇下隻雞熟咗未？由雞肉嚟講，佢的確係好軟熟，好入味。由呢隻鴿，整體嚟講破口唔明顯，而且都吐得唔錯。熟咗未啊？我開始擔心，會唔會佢嘅都係唔熟嘅咧？哇！相對嚟講，的確係比錢雲娜嘅嗰隻熟啲。我嘅心情而家放鬆啲啦，因為至少仲有錢雲娜墊底。我諗今日要走嘅人實係我啦。鴿肉有啲硬，但係基本上都係開始有80%熟。再睇下鵪鶉，鵪鶉略為生咗啲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呢味吉祥三寶品型品狀都係填得唔錯嘅。多謝梁老師。劉銳，梁老師，你點解打側咁放嘅？喺我炸嘅時候佢裂開咗。首先，隻雞呢度基本上已經燶咗。見到劉銳嘅外皮燶咗，我都知道唔會有人比我整得更加生噶啦。錢雲娜會唔會今日就離開我哋？你外面嘅第一層睇落係完全熟嘅，應該已經熟晒。今日一定係我俾人淘汰啦。劉銳嗰隻肯定係熟咗噶啦，今日被淘汰嘅肯定係錢雲娜。唔好係生嘅，唔好係生嘅，千祈唔好係生嘅。雞肉基本上係生嘅。哎呀，咁多血嘅！今日搞乜鬼啊？3個人整嘅都係生嘅，其實我覺得好失望。而家你可以明顯睇得出，成塊雞肉基本上都係生嘅。跟住其實我都唔使再睇啦，唔使再睇落去我都知道入邊未熟。我見到你用高壓鍋煲過，你煲咗幾耐啊？我已經煲咗8分鐘。8分鐘啊！8分鐘基本上絕對係唔夠嘅。嗱，其他都係未熟嘅，所以比較遺憾嘅呢味餸冇辦法試。我完全錯誤估計咗8分鐘嘅時間，走嗰個肯定就係我啦。3位，今日實際上你哋整嘅菜肴都係未完全熟嘅，所以綜合我哋見到嘅呢3碟套三寶，我哋一致決定，洪宏星，你安全，你可以上2樓。
差啲過唔到關。劉銳，其實今日呢個結果，亦係顯而易見嘅。係，所以到咗應該講再見嘅時候啦。你仲記唔記得自己嘅美食夢想係乜嘢？記得。我想做一個可以令中國餐飲走向世界嘅人。呢個理想有啲大，我知道。所以其實我而家講出嚟，真係有啲唔好意思。嗰陣時我成日覺得我係最掂嘅，而家覺得自己係隻井底之蛙，完全睇唔到外面嘅世界係點嘅。所以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一聲對唔住。喺我曾經我講過嘅，例如對我自己對唔住，我而家諗翻起都有啲覺得特別尷尬嘅說話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原諒我。喊緊。好啦，多謝劉銳，請除低你條圍裙，放喺你嘅灶台上面。有一種唔捨得，有一種眷戀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等待我勝利嘅消息好冇？但係，我覺得並唔後悔，唔後悔我可以嚟到頂級廚師。Come on， yeah！ 我做到啦，我做到啦！呢度係一個可以令我成長嘅地方，我令自己更平和，磨走咗我以前嘅傲氣。恭喜你，你安全啊 ！Come on！ 呢度亦係一個俾我睇清楚自己好多缺點嘅地方。撇開呢啲華而不實嘅外表，你只會一無是處咁離開呢度。我愛呢種快樂，我愛呢個廚房，我想留低。劉銳而家可能同以前完全唔同，佢喺整個頂級廚房入邊完成咗一次完美嘅蛻變。以前嗰個想去揾藉口，想去真正咁逃避現實嘅劉銳已經唔存在。劉銳，見到呢條屬於你個人嘅圍裙，有冇乜嘢說話想同佢講？我呢條圍裙嚟到頂級廚房，好值得。多謝你，劉銳。多謝，拜拜。拜拜。我雖然喺頂級廚房嘅經歷結束咗，但係我人生嘅經歷先啱啱開始。而家我唔再驚任何嘅挑戰。Come on！ 真係啊！劉銳做得好啊！做得好！拜拜。朝雲啊，恭喜你獲得最後一張全國6強嘅入場券，可以上2樓同你嘅同伴會合啦。多謝。而家你哋嚟中國頂級廚師嘅桂冠，只有5步之遙，希望你哋要堅持到底，不奪取勝利，不輕言放棄。我哋下次節目再見。歡迎收睇由美的廚房電器獨家贊助播出嘅頂級廚師節目。指定調味品由值得信賴嘅中式調味品專業品牌李錦記獨家提供。刀剪鍋具由德國孖人牌提供。鑄鐵鍋具由法國 Stop 提供。感謝新浪微博愛奇藝 PPS 風行網獨家支持。更多詳情請百度搜索頂級廚師。感謝戰略合作伙伴藍帶國際學院。更多花絮內容請登錄看看新聞網、網易、人人網、開心網、豆果網、貝泰廚房、美食天下。手機用戶可以登錄3G 門戶。更多嘅花絮視頻請登錄 PPTV、樂視網、迅雷看看。智能手機用戶請下載頂級廚師 App， 掃描電視右下角頂級廚師標誌就有機會贏得大獎。本節目指定酒店上海浦東4季酒店。歡迎大家嚟到大師課堂，我係你哋嘅老師劉一凡。今日我想整一味非常好飲嘅泰式冬陰功。我將冬陰功稍為變化下，等佢能夠整成一味可以同海鮮一齊結合，可以喺屋企請客或者係請朋友食飯嘅一味
燉煮嘅餸。我首先要講嘅一樣嘢就係薏米。薏米好簡單，你只要隔水整熟咗之後，加水再繼續燉煮，用燉煮嘅方式，基本上係想令佢腍啲。而家由得佢慢慢煮。我哋今日準備嘅主食材就係鯇魚。今日呢條魚我已經處理好啦，已經拆除咗魚骨，只要大致上修整下就得。我會首先利用買返嚟嘅冬陰功醬，再嚟進行加工，等成個味道可以更加鮮美。將切出嚟嘅魚肉放喺度，呢啲係等陣會放落煲度繼續煲呢個湯嘅材料。而家我哋將每塊魚扒切成大約100克左右，喺魚皮嘅上方切出5至7條不等嘅切痕。我哋處理好條魚啦，仲準備咗蝦俾大家。冬陰功醬入面有一種好重要嘅配方，就係蝦。蝦醬佢有好多蝦頭同蝦殼，去熬煮出呢個冬陰功嘅醬。通常你喺屋企真係想整冬陰功醬嘅話，其實好複雜，入面淨係醬嘅製作過程當中，就至少有3、4種配料，要不停咁炒佢，不停咁炒佢，炒到所有配料好似瑤柱嗰啲叫咩話 XO 醬一樣，所有都碎晒之後，過濾完之後磨碎而做成冬陰功醬。所以喺屋企想整呢味餸，其實你可以喺外面買質素好少少嘅冬陰功醬，你就可以整呢味餸噶啦。我個人覺得，一般市場上賣嘅冬陰功味道都係屬於強烈少少嘅，而且佢嘅鹹鮮味係比你整出嚟嘅味道更加濃烈。所以如果你加啲鮮蝦落去嘅話，可以中和咗佢本身嗰種好辣嘅味道。跟住我要處理蝦，其實我只要去頭去殼就得。好，冬陰功係咩意思？嚟舉手，邊個答？陸俊，冬陰功。公係蝦嘅意思。公係蝦，咁冬陰咧？冬陰佢由泰文直譯過嚟，貪陰空。公即係蝦，咁有冇人知貪陰係咩意思？貪陰 A 袁田輝，酸辣。冇錯，非常好，答得好。喂，好晒你啊！冬陰功即係酸辣蝦湯嘅意思。我哋準備咗一個深啲嘅煲。我哋切少少洋葱、少少薑、少少葱同大蒜，而家喺煲度加油。喺市面上嚟講，萵筍都好常見，佢係根莖類嘅，佢可以令你食得開胃啲。芹菜可以增加冬陰功海鮮嘅鮮味。小棠菜一般嚟講喺市面都買到，我用佢增加綠色菜葉，仲有蘿蔔，仲有啲甜豆，而番茄用嚟增加佢嘅酸度，芫茜亦都唔少得。我哋第一樣要做嘅就係爆炒你啲蝦殼同蝦頭。蝦殼入面，蝦頭係咪有好大量嘅水分？所以當你爆炒呢樣嘢嘅時候，你只要倒落去煮就得㗎啦。咁就可以聞到香味。聞到。你要嘅就係呢種味道。用高溫一剎那接觸蝦殼。當你啲蝦殼差唔多炒熟嘅時候，就將剩低嘅新香料全部抌晒落去。胡椒提升鮮味。當你啲蝦殼好似有一種蝦條嘅感覺嗰陣，而且你見到你啲蝦殼基本上都已經變到好酥脆，就將你買翻嚟嘅冬陰功醬放落去快炒。呢種醬料經過快炒，其實佢嘅味道會更加濃郁。當你炒到差唔多嘅時候，你就開始加水。你加嘅水基本上只需要冚過你煲入面嘅嘢，咁就得㗎啦。而家我哋就等醬汁慢慢咁煮下佢。呢個時候你可以開始準備你啲蝦，喺蝦背度切一刀，將佢啲蝦腸攞出嚟。
好，冬陰功嘅由來，紀曉光，唔會係由潮汕嚟啊嘛？唔會，唔會，因為泰國有好多海鮮，而所以啲蝦咧搣出嚟嘅殼產量比較多。我係問你佢嘅由來係乜嘢？個由來咪就係用蝦殼做出嚟㗎啦。仲有冇人知道？袁田輝，我估計係同泰國嘅氣候有關。嗰度啲人成日要做啲消耗體力嘅工，呢味湯可以令佢哋增加體力，可以比較快恢復體力，比較開胃。因為天氣比較熱，個湯令佢哋食完開胃，然後就可以食多啲就有體力去做嘢啦。喺18世紀嗰陣，泰國某一個國王個女，佢患咗重病，所以呢個國王就命令太醫整咗呢種酸辣湯俾佢飲。結果呢個公主飲完之後，佢個病就好返啦，而且越嚟越好，體質都好咗。所以自此以後，呢味餸就俾皇上賜為泰國嘅國湯。而家我哋嚟開始準備，等陣間要放落個煲度嘅蔬菜。紅蘿蔔切到大概1隻手指咁大，你可以好隨意咁樣去切佢。冬陰功佢酸同辣嘅比重佔得好重。呢個時候我哋已經見到我哋啲薏米基本上已經煮得差唔多，你可以放喺側邊，唔需要完全煮爛晒。你需要有一種口感，好彈牙嗰種口感。你可以當佢係一種主食去陪襯冬陰功同埋魚。如果你想喺屋企度請客，你想令呢味餸可以整得高檔啲嘅話，其實你可以加瑤柱、加淡菜，即係青口，或者加生蠔落去都得嘅。但係要注意佢嘅烹煮時間，因為所有嘅貝類海鮮、貝殼類海鮮，佢經過長時間嘅烹煮都會收縮。當過度收縮之後，佢嘅鮮味就會落晒落湯裡面，但係佢本身就會韌到冇辦法再食，好似橡皮糖咁。呢個時候我哋見到呢個湯係慢慢咁變到越嚟越濃啦，佢所有嘅味道都已經慢慢咁散發出嚟。當我哋見到煮得差唔多嘅時候，我哋就將我哋之前煮嗰啲料撈翻出嚟。如果你想精進你嘅冬陰功湯嘅話，其實你更加可以加啲香茅、檸檬葉、南薑都得嘅。我已經不走咗啲材料，剩得啲湯啦。而家就將蘿蔔、紅蘿蔔，仲有西芹，首先放入去，萵筍都可以落，落埋冬菇，係時候可以煎魚啦。啲魚其實調味好簡單，鹽、胡椒。落少少油，當你啲油溫80%熱嘅時候，就可以放落鑊度煎，魚皮向下。希望你啲魚皮可以煎到好金黃，有好酥脆嘅口感。但係喺煎魚嘅過程當中，你又唔想流失佢最中間嗰種精華嘅肉質，咁就要用細火慢慢煎。等佢慢慢停留喺個鑊度，等油可以慢慢將魚皮當中嘅水分同油脂慢慢逼出嚟，所以會呈現一種好金黃、好薄、好似焦糖咁嘅口感。到時你再將另外一面放入你嘅冬陰功湯入面，利用冬陰功湯本身湯嘅嗰種熱力去將成塊魚肉燜熟。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啲湯已經慢慢滾啦。呢個時候你打開煲蓋，你可以攞一啲番茄去提升佢嘅鮮味，最後等你啲魚差唔多已經煎好，至開始慢慢利用佢嘅餘溫整熟啲蝦。如果你覺得你啲湯汁已經收得七七八八，其實你可以再加啲水，等佢唔好過乾。呢個時候你啲魚已經基本上慢慢金黃色啦，你可以見到佢嘅表面係非常金黃，非常脆，但係你嘅另外一面佢係仲未熟嘅，所以等陣我哋會反轉放入我哋嘅冬陰功湯汁入面，利用湯嘅餘溫去燜熟未熟嘅部分。咁到時你嘅魚肉當中所有嘅鮮味會慢慢咁注入你嘅湯入面。睇嚟我哋嘅冬陰功湯差唔多得咯喎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落啲
薏米。開始將綠色嘅蔬菜慢慢加落去。好，我哋開始放魚塊落去啦。繼續燉煮，基本上呢啲魚塊放落去嘅時候，佢喺短時間，基本上3至5分鐘，佢啲魚肉就會開始熟。揾到個空隙就將蝦肉放落個煲度。呢個時候冚埋個煲蓋，但係唔好冚實晒，因為想佢啲魚皮可以保持住一定嘅酥脆。留翻個口，等多餘嘅蒸氣慢慢咁排出去。呢個時候你準備好你啲檸檬同青檸去提升個鮮味。準備啲芫茜切成段，再整理嗰啲羅勒葉、羅勒、芫茜放喺上面，熄火。呢個就係我今日為你哋介紹嘅冬陰功燴海鮮。你哋學識啦嘛？學識啦。好，咁我哋落堂啦。